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本嘅福喜类呢个节目。有人讲吼，你当日系讲做啲事，而细细嘅形影吼，对你嘅身体以后，系冇咧嘅时天气好冷嘅时节咧，你做啲事背稍稍嘅形影差，我介讲讲咪非常好。基本上咧，大家咧少解是系。形影到形影差，大家咧分享你點解裏邊係類似新竹北部嘅做講視頻方嘅鄭文雄大哥分享。大家好，我是曾文雄，今天很高興來到客家電視台。耶，歡迎曾大哥哈！曾大哥是第一次來到這邊，對不對？是，因為我們從來都不知道說，你改鄭台哥其實是客家人，對不對？我原本應該是客家人，但是因為我從小在閩南村莊長大，爸爸媽媽也以為我們是閩南人。到後來我是因為查族譜，我才知道啊，原來我是客家人。但是因為從小講閩南話習慣的，所以我反而對客家話就是不太流利。可是因為住在新竹北部，所以你其實可以聽得懂3、4成。對，大概可以聽得懂3、4成，講的話大概只有1、2成。可是已經不錯了，至少可以聽得懂3、4成，而且是回流 Q 從嘛，因為讀新竹北部嘛，對，所以你在那邊會常常聽到人家街坊鄰居一定會用客家話聊天，會嗎？會，還是會哈。那去你店裡買東西的人也是會講客家話？會啊。哦。因為我們北埔它是屬於客家的一個聚落，一個莊頭，對。所以在當地的那個長者哈，他們都是全部以客家話對談。那如果年輕人的話，都還是以國語對。但是還是可以聽，對不對？大部分還是可以聽得懂。這種感覺很好就是說你倆還講去到哪一位客家嘅莊頭哈，你還是可以聽到客家話這樣對談。我覺得現在是很珍貴的事情，而且覺得很有親切感。是的。你講，你今日繞牆到正台溝嗰度節目地圖，佢講佢翻族譜，佢講地講，因為佢起價美客家語，我覺得太棒了。所以今日東風一走的繞牆到曾大哥來到這邊。不過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我自己從小就很喜歡，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從幼稚園開始，那爸爸就會買杏仁茶給我喝，對，所以我從小喝得很習慣，我就覺得哇，杏仁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可是今天台高在少改行經，我們先講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我發現杏仁這個味道很兩極，有些人說，哎呦，啊，你這一集要介紹杏仁茶，我不敢喝，那個味道好奇怪哦。對啊，我們的很多朋友都是這樣子反應。哦，真的。但是我會提醒我們的朋友，就是說，其實你能夠接觸到的那個杏仁味，它都是後來添加的化學香料。哦，所以它比較香。是，因為真正的杏仁，它的香味其實味道非常細，很淡。很淡，而且要喝熱的杏仁茶，它才會有淡淡的杏仁香。那冰的杏仁茶呢，它基本上是不會有香味。所以意思是說，如果黑公聊下另一杯少的，就是暖的、對溫熱的杏仁茶，我可以聞到的是很淡很淡，可能一開始都快要聞不到的那種東西。是，沒有錯，是的。要有後味才聞得到。是。哦，所以這也算是判別的一種方法。是，沒有錯。這是我們。那如果喝冰的呢？冰的話，要喝到口腔裡面由舌頭、味蕾來告訴你，你才會知道它叫杏仁。所以那還要認真感受。對呀。可是它的口感是好的，對不對？是舒服的，但聞起來 OK。所以這是為什麼很多人說，哎呀，我不敢喝杏仁，因為那個味道好重哦。所以這個自己要注意了，對不對？那其實我們教人家分辨哈，其實它最主要就是從嗅覺跟味蕾的偵測能力哈，來分辨這個杏仁。還有一個最簡單的分辨方法就是天然的杏仁，其實它不需要加澱粉。如果加了澱粉，那就表示它不是全部都杏仁。了解。它可能是有部分的杏仁粉再加澱粉，那個就不會有香味，喝也不會有香味，所以它才需要加人工香料。了解。也就是你們可以聞得到的那個味道。所以等下是讓大家講好簡單的，係講你應該很經差改時節，第一個步驟你就先從味道來感受。是的，對不對？好，所以其實。因為對我們仔細唔敢變，因為其實味道鐵衝，那係講從人家挑價講誒，如果說那個味道是幾乎淡到聞不到，是後韻的那種淡淡的清香的那種感覺，可能就是你比較能夠接受，而且是很舒服的味道。不過講到兩百台價什麼起到，其實
杏仁，像我们平常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每天要吃一点坚果吗？对不对？所以你懂你西挑改时间可能会吃一些那个，就是你知道一颗一颗的杏仁，水滴型的那个坚果杏仁。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你知道喜欢吃通就糖果凉凉的东西，就是像杏仁酥，或者像吃巧克力什么上面也会有杏仁片，对，那都很好吃。然后喝杏仁茶也是杏仁，对，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好不好？今天好老大家分享一下。很英台不通，这中间对啊，哎呦，客家话学得很快，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分辨？杏仁哈，它其实初分有坚果杏仁、药用杏仁，对，那药用杏仁它又分南北杏，又分果肉杏仁跟那个和仁的杏仁这几种。对，那你刚刚所提到那个水滴型的，对，我们现场有2种，对不对？我们现场有2种哈。那第一种就是这个是我们那个做糖果饼干的那个杏仁，它是水滴型的。是我平常吃的吗？对，一颗一颗的。是，但因为你们平常看到的都是水滴型的，我今天拿来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作品，就是把水滴型的那个切成薄片。所以这是切成薄片。对，这是切成薄片的，一片一片，它很薄。那把这个做成那个杏仁酥的话，它的口感就会比较好。可是这个技术要稍微用功一点点，它才能够做得好吃。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新型的那个中药的这个杏仁，因为这个杏仁比较特殊，它看起来会像心形。没错，真的，它是看起来会像心形的一个形状。这个就是我们中药的杏仁。是。那这个杏仁我们分为南杏仁跟北杏仁。那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是产地，但其实不是。它主要就是杏桃，药用级的杏桃，它的桃肉是不吃的，它只是把它的桃肉去除以后，把硬壳剥开。那所取得的桃仁，我们叫做北杏仁。那时候我们把北杏仁用热水煮过以后，把它的毒性煮掉以后，它的部分药性会煮出来，就是所谓的南杏仁。那我们所使用的就是南杏仁。OK， 所以意思是说，譬如说像我现场这边可以看到一杯像杏仁茶的东西，它就是用你这个心形的这个杏仁去做出来的。是，把它研磨到非常微细的一个分子，它就不会有那个粗粗的口感。对。一般我们在市面上所接触到的那个杏仁粉，它使用起来就会有一个粗粗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为了要把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去除，花了20年的时间研发制作，找了一台很棒的机器，因为这要精密度很高，那有一点点困难再加上我本身不是非常聪明，所以我差不多花了将近快要20年的时间，才把这么粗变成很细的一个。所以你称它为杏仁醇。OK， 所以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取的还是？不是我女儿哦，因为我当初做好的时候，我想要知道要取名字，你总要有个商品名称嘛，那就在那边想，我女儿就是说，那就叫杏仁醇，因为我们要告诉人家它是纯的。OK， 因为哈，你台尬在令杏仁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直觉是什么？台尬听说是一定要改杏仁磨成粉嘛，我们就觉得哇，好真材实料。磨成粉之后拿去冲泡，那就是杏仁茶。是，可是因为你不要有那种喝起来有点粉或是颗粒的感觉，所以你把它弄成杏仁杏仁酱，所以用杏仁酱咋枸杞泡水变得一杯改很阴差，所以你把它叫做杏仁醇，就是这样子。是所以就不会有你刚刚说那个口感，但是风味依旧保存。是，而且它的营养成分会因为我们的研磨技术提升，让它的分子变细了以后，它的成分会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的杏仁茶，茶才会有一点淡淡的一个杏仁味，它喝起来也因为它的分子够细，它的吸收率也会比较高。那你自己有每天喝吗？我一天最少要1包以上，就是一杯。我每天要跟很多的朋友讲话聊天，那当我的使用的部位，我们讲话的人都知道。喉咙不能用太多，要用丹田的力量上来。那当我有时候力量用错的时候，我就赶快
一杯马上好。是不是也可以当像早餐啊，或是 OK？ 所以你当你一家有定一杯，你起都走在波夫一改黑连头啊，你一家要走，要当午餐或是肚子饿的时候也可以当点心喝。所以难怪看起来就是可以讲去当一令的黑心茶，所以现在看起来有变年轻的感觉，应该不是因为喝杏仁茶哈。你还可以讲小意思是讲，就是所以你夏天喝冰的也没问题，是，然后冬天喝热的也可以。那冰的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比较推荐，当你泡好以后放冷进冰箱保存，然后再帮小朋友准备2个手工饼干，可以给他当放学回来最好的点心。先用热的泡，对，然后放凉，然后冰到冰箱变成冰品，对，然后小朋友走那些就可以吃，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保护，而且它喝起来口感跟牛奶非常的类似，是，所以小朋友都会很喜欢。所以其实大家就会想说，豆袋係講以前我袂賣到一包嘅杏仁粉，又係剛才大家講嘅杏仁酸，到底轉到不下用因來泡啊用凍好令嘅一杯嘅杏仁來令，所以想大家先聊下，你馬叉講過後咧，你怎樣看用因來泡？东方宇宙的绕墙头正台高来到节目地图的小介，哇，你一家非常好呀，非常推荐嘅杏仁茶哦。所以杏仁的这个可以做的事情蛮多的，对不对？哈，你看像刚刚讲的杏仁茶，它有很多的产品，所以呢，今天也让大家提别了小介怎么样来冲泡杏仁茶。不过在这个之前，有一个产品非常的瞎爱，很吸引我，就是这一个，对，它竟然这是冰品哎，对，它叫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叫它杏仁冰沙。OK， 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你用闻的没有味道。哦，真的吗？你用闻的不会有杏仁味，然后吃到口里面你还不知道它叫杏仁，你必须要等到它的那个杏仁冰沙溶解了之后，是。你才会知道它叫杏仁。这就跟 Toga 刚才讲的是很如出一辙哦，是一致的哦。他就让你讲，真实嘅杏仁係講你係皮嘅世界嘅冇乜嘅味道，因為雪過去過後，這樣做咧要感受到嗰種嘅味道。所以其實簡單來講，你可以做一個事情啊，就是只要用音來到壓波下去你家裡，就是你知道這是什麼嘛？然後大家都不知道，因為聞也聞不出來。對。然後所以要吃才可以，所以感覺上有一種很緊張有一種被考驗的感覺。對啊，所以台鋼一款要拍拍的東西，台鋼會想過，那是什麼樣的東西？其實佢係杏仁來做嘅一種嘅杏仁冰。我們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冰品，雪泥，對不對？像雪泥一樣。沒有哦，還蠻冰的哦。你確定我這樣吃了喉嚨不會受傷？那麼冰？不會，你先吃一小口就好。對，我吃吃看。吞下去之后，真的可以感受到淡淡而且很淡的杏仁味，然后是清香，是舒服的。对，你这个有加糖吗？有，我们有加麦芽糖在。加麦芽糖，可是它没有很甜呢。是，这是故意的吗？是，因为我们加麦芽的最主要目的是因为麦芽是唯一可以润肺止咳的甜。所以我们把它跟杏仁结合，就是整个照顾我们的呼吸。我觉得吃这样子冰品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一定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你说。就是你吃很久融化的时候，它还是杏仁茶，所以你可以喝。你一般去外面吃冰溶解就是糖水嘛，你不会吃啊。我用前面会讲你食白，你可以讲摸白毒一下落去食它之后，你可能旁边等下溶可以改东西，它其实就是杏仁茶。是嘛哈？是，没有错。只是它是冰的，对不对？所以安优什杯富松改，我觉得就一点都不会浪费。我说真心的哦，如果说你很喜欢夏天的时候喜欢吃冰改东西，我觉得可以吃这个，因为它没有很甜。对。然后呢，它吃起来是舒服的，又可以达到你吃冰的那种满足感。对，是的。我觉得这好棒哦，这个先留着，等一下我好好来吃一下。怎么要赶快来介绍？因为我心里有一点焦急，为什么有点焦虑？因为我看到这一碗，我实在是太挺好吃嘞。这个是杏仁醇吗？是。因为一般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全部都是杏仁粉。对啊。
那我们把杏仁粉再利用机器把它研磨得更细一点，它分子变得很细。它很像，我讲一下，你不要生气。你看哦，它很像牙膏，你替我抬杠牙膏，就是你刷牙的牙膏。刚才我想说，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我想说这个是牙膏，对不对？然后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杏仁醇膏状的东西，膏状的，所以它闻起来一样也不会有太多。是，我闻看，没有什么动态感味头，对，就算有也非常淡，很淡。所以如果我要喝杏仁茶，我就是用你这个牙膏状的东西来泡，所以它像这样子的量，大概放多少 CC？ 280到300。280到300，我们把它定280到300的意思就是你喜欢浓一点的280，你喜欢淡一点的300。那我可以到150嘛？这样很浓，所以看个人喜好。看个人喜好。呵，但它会影响风味吗？也没有。OK， 所以你看哦，如果你可以试试看。所以就差不多这样子的量。对。然后我就倒温热水，那水的温度也是我自己决定吗？最好是稍微温热一点。就是我喜欢喝热，我就Q杠，你觉得这样的量走再来一点，是不是？好，这样可以了。是不是？好，因为恭喜才会我们提起白跑，所以也不太知道说稍微搅拌一下。所以它把它搅拌溶解就好了。对，就这样，不用再加任何的添加。不用。OK， 那这很方便呢。对，是不是因为是杏仁醇，所以你溶解的很好加？是。哎呦，然后就不会有粉颗粒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把最麻烦困难的部分已经把它在前端都处理了，对，所以它就会变成那个对很好使用的一个。哇，好像牛奶哦。对，我觉得好疗愈哦。跟我的朋友讲说，看起来像牛奶，喝起来像牛奶。那我问一下，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的糖呢？一样，你也是加麦芽，也是加麦芽。你知道以前来谁改世界啦？我们那边其实是可以拿钱买那种一桶的麦芽糖，然后老板会卷一小个给你吃，就只有我这个年纪人才知道。我也知道啊。我们以前都拿那个铁罐去换去换麦芽糖。明明就要钱。我们没有，我们是家里翻那个铁罐去换。好棒！那时候因为那个年代，我们说铁白改西腿，摸俺都通改西街，可能又是安用改麦芽糖，就觉得很幸福了。所以这是加麦芽糖。是。好，溶解了，完全溶解了。那我是可以试喝吗？对。那你可以喝喝看。好，我来试试看。真的闻不太出什么杏仁的香气。我说的是那种浓郁，我们一般人直观的该种味头。它有一点点酸是对吗？对，因为它有一点点的，好像微酸的那种，可是是自然的，所以这是正常的。它也不会很重，就是一点点淡淡的而已。你确定它不是坏掉？不是。其实是拎出来有一些酸甜的感觉，所以这是正常的。对。哇，好棒哦！这个真的是台价可能。到头白海公另狗该动向改眉头改很晕差，感觉不一样。我承认，它的确没有一粒一粒的感觉。以前用来谁改西街爸爸家会买改很晕差，总在蹦台价会跑的令。所以我们从小喝杏仁茶的时候，靠西嘛，有那种粉的感觉，但这里完全是不会的。对，所以每天这样子温热喝一杯，是感觉很舒服。是，而且它对我们的那个呼吸的保养。是蛮好的，对，其实该它流改时间正台够动等一下，因为还是有点好像喉咙有，因为最近讲话很多，喉咙有一点点的，好像痰还是什么的。然后正台沟就说你快点喝我们家的黑金茶，我就说这么神奇，他说你限定一不饮食地爱用改感高其实至少喝起来是舒服的。对，你讲个现冲款的除了你讲的改变啊，然后黑金茶，还有动到其他改。动喉是改通的，你知道糖果很容易吸引人，对不对？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你前面那个我真的觉得看起来也很疗愈，那个方形的是果冻吗？杏仁冻。杏仁冻。对，杏仁冻，我们家的杏仁冻跟一般的杏仁冻，就是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看得到的杏仁冻，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杏仁茶，我们把杏仁茶加吉利梯，就是这一碗直接加那一碗直接加吉利梯就变成它。所以它根本就是纯的，直接，它就是一个纯的杏仁的顺着杏仁茶变成的果冻，完全没有其他添加物。没有。而且我们的产品全部以素食的方向做研发。你的素食是指
你说快速全部都是素那个素食的材质，没有荤的。了解啊，所以一半都一公就是吃素的人才吃素的。哦 ，OK。所以那个就是你号称，就是你觉得可能全台湾你很有自信的杏仁果冻。很多5星级的餐厅会讲说他们的杏仁冻有很好。我的建议是先来试试看我的杏仁冻，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杏仁冻。很有自信。你要不要尝一口看看？要，等一下，太多东西可以吃了。我们这个是很应该，我们是杏仁冻嘛，对不对？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是我前面这个黑黑的啦，那个是芝麻，对不对？对，黑色的是芝麻，然后它还有绿色的南瓜子，还有红色的枸杞。对，那我们又添加了何首乌在里面。何首乌是中药吗？对，一种重肉吹是没有错。为什么要添加何首乌？这个因为有一次我吃到的手乌鸡。我觉得它对你说鸡汤，对手乌鸡汤，很好，对人体很好。对，那时候我就在想说，能不能把它变成素的？那我就去想，怎样把它变成素的？那我就把鸡肉用黑芝麻代替，然后全部以那个植物的种子加上枸杞跟何首乌去开发研制何首乌酥糖。然后你的糖也是。这个糖的话就会有2种不一样的糖，一种是麦芽，一种是2砂。那问一下，它会有中药的味道吗？我闻起来是很香。那会吃起来口感，应该我可以偷偷试一下吗？这有点大块，看看。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朋友哈，他会有一个反应，就是有人吃会苦，有人吃不苦。你怎么没有？真的还假的？对，那如果我的经验是，如果你本身有奋斗过的人，吃起来不苦；如果是年轻的小女生，吃起来是苦的。我吃起来不苦，那你就是有奋斗过的人。很灵，很灵验，也不苦啦，真的不苦。它也不会很甜，但不会很甜，但很香。对，我会，你吃会有那个手乌的味道吗？没有，吓我一跳，我怕我吃不出来。不，因为手乌的味道哈，其实它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个中药的那个味道那么重，没有。对，但它可以调和你在做酥糖的一种整体的味道，没有错。我觉得从一开始都连哈，因为协调动改东西，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每一样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蛮自然的，动词然，你不会觉得好像有过度的添加的那种感觉，然后吃起来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是对，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可以一口接一口，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真的是冻灌甜哈，其实它又冻有东西故事，少改不太尬料哈，你等下长再讲。大家好，今天东风宇走在绕墙道，你改正台沟那种节目地图哈。刚才广告的时候，一直吃现场的东西，因为一直想要考验一下那个黑黑的那个杏仁酥到底会不会苦。就吃起来之后，我觉得冻好是因为什么哈？我要很诚实跟曾大哥讲，我觉得很好吃，是因为它没有很甜，对。然后但它吃起来又酥酥的、香香的，对。所以你就不会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吃下去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热量哈？对。但是很奇怪，它不会粘牙齿。对。对。那在做手工酥糖要让它不粘牙哈，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可以公布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请说。我们的原物料基本上是以种子为主，然后在麦芽糖的部分的话哈，要选用2种糖，一种是麦芽糖，一种是2砂。那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要把水的量比例要稍微提高一点点，因为我们在煮麦芽的时候哈，要把空气打到麦芽糖里面。把空气打到麦芽糖里面，当它冷却的时候，我们的麦芽糖它里面就会含有大量的气泡。对。那大量的气泡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松脆的一个来源，那也是它那个麦芽糖不粘牙的其中的一个小的窍门跟技巧。
是这样子。对 ，OK， 因为但是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市面上所有的不能讲说所有啊，大部分的糖果都是用机器生产。那机器生产只是把它搅拌而已，我们不一样，我们要把它打。就是要把空气打到麦芽糖里面去。我懂。一般来说，其实就是比较像混合啦，对，混在一起，所以把它匀称一点点。可是你们不但是混合匀称，还要不断的注入空气。对，然后让它差别所在，不要让它粘牙，然后又有一种酥脆的感觉，对不对？是。哦，难怪该行啊，上公有没有洗起来，明明系用到动动感，马牙筒狗洗起来却没有。粘牙的感觉，其实这样酥糖最怕就是会粘牙。如果你看到现场很多，就是它的一些相关麦芽的一些制品，我觉得从刚才的嘴唇然后很清它细豆的哈，基本上我自己我其实不太吃甜，应该说我蛮怕吃很甜的东西。可是你的东西都不甜，你是有刻意减糖吗？应该是说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比较注意，就是说甜度不要太高，因为现在的人甜度他就不需要那么多，所以我们在控制甜度的话，我们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了解哈，而且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新的包装，对不对？这是我们未来的百货公司的一个礼盒，已经上架了吗？目前还没有完全上架，可是那只是未来规划会上架。对，未来规划。它叫做喜事。喜事，这也是我女儿取的名字。哦。它主要是有4种那个产品，有腰果、南瓜子、何首乌养生素，还有就是那个坚果杏仁的杏仁酥4种。哇，大家你有发现吗？你节目一开始讲到的啊，在少改产品改时间哦，你个正台购开口闭口都会说我女儿，对不对？好，我女儿，这个是我女儿取的，这个是我女儿取的名字，所以其实看起来女儿在这里有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啦，当然哇，你的脸，你讲起来眼睛都发光了耶！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灵感来源。我刚刚眼泪都快滴下来了，我以为要讲出什么金句。他说最重要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因为爱把手机被加手，比如说最重要的什么什么，他说灵感来源，所以他是你创作的灵感来源，这很重要。应该正确的说法是，我把我不知道的、我不会的、我不懂的，通通丢给他，他帮我负责解决所有的问题。他压力很大他等于是解决困难的人，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创造困难，他来负责解决。是，难怪。我刚刚吃那个酥一点都不苦，我觉得女儿来吃也一点都不苦。当时是做这一行吗？一开始我并不是做这一行，一开始我其实是公家机关的一个技术人员，我是本身的本行是做铁工。那后来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是股票输钱，那为了要还债务，那我只好就是白天继续上班啦。晚上跟我哥哥学做花生糖，然后去跑流动夜市。那是几年前的事？民国80年。OK， 民国80年的时候，股票30年。股票，股票最好的时候我还输钱。是。那为了这个问题开始做花生糖以后，那我们公司民营化了。哥哥是先做花生糖，是，然后你就想说，为了还债嘛，上班归上班，跑夜市跑夜市，对，然后再同时天天狗走体条通，对，然后想说能攒多少钱就攒多少钱，先赚起来还这样子。最好的好处就是我常会把这一段分享给我的朋友，就是说，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心静下来，然后想2件事情，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那当你想办法开源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花钱，就自然就节流了。是，我刚想说，哪有这么容易？开源没有那么容易，你因为你很忙就没有办法花钱，这是节流。但是开源没有这么容易，而且因为其实都很简单。只要你有心。其实从一开始我花生糖也并不是做得很好，但是因为要开源嘛，花心思去研发、去制作、去想办法把产品往上升级，慢慢的产品就越做越好。然后再做杏仁茶是吗？所以杏仁茶是花生糖之后你再做的。对。那做杏仁茶这有一个典故，因为刚开始我并不是做杏仁茶，我也是做跟坊间一样的产品，叫做杏仁粉。
那因为这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实际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打电话给我说，老板，你的杏仁茶怎么喝起来像吞石灰一样？因为它有颗粒会卡卡的嘛。我说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可是这位先生告诉我说，不对啊，以前杏仁茶很好喝啊。以前对它很就是古时候你小时候喝的那种杏仁茶。可是古时候不是也是粉吗？不，他们有加米下去磨，所以它才会滑顺不卡喉咙。哦，所以那个以前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杏仁茶，所以它有加米的粉，然后去让它稍微滑顺。是。那为什么后来不要加米粉？现在还是有啊，还是有。现在所有坊间的杏仁茶都有加米下去磨。明白。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要加米 ，OK， 所以我只好想办法说把它做到不卡喉咙，就是后来研发出来变成杏仁醇这一个作品。杏仁醇真的很神奇耶，就是你一粒一粒给黑金，然后做完之后变牙膏，对，就真的很神奇。OK， 所以这就是后来发展变了安用然后再慢慢的推展。对，那我问一下，女儿加入你的团队几年了？女儿加入我的团队几年？她从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叫她来帮我。那到现在是几年？到现在10年，10年了。对，哇，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因为你看，你从30年前，我们那时候民国80年嘛，对不对？30年前，人生跌倒了，对不对？然后后来做花生糖，然后后来发展到应该很精，然后你又说，因为女儿是你现在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对啊，所以看起来你等于是3个阶段嘛，没有，第一个阶段是先赶快还债做花生糖，然后第2个阶段开始研发杏仁茶，做自己努力的一个想要方向，然后到了女儿的加入之后，你整个可能又有更多的想象，对不对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女儿加入。那我想问一下，那所以女儿加入的话，算是你的徒弟吗？她算是你收她为徒？他帮你传承，不算，他不算徒弟，因为他来刺激你的，他的点子比我还好。我常常讲，他是我老板。我跟你说，你一定要逢门狗东斗穷安永改，像大哥不管是2代的或1代的，然后后来晚辈加入之后都变老板都回过头来就是告诉爸爸妈妈，安永走安永走，那变爸爸妈妈改天干，所以你女儿现在也是这样，是不是？对，薪水应该不是他发的吧？这是开玩笑啦，对，所以后来他现在就是在家里就是做这些事情，等于是他主导。那唯有技术生产的部分由我来主导，其他的全部他主导。会有冲突吗？没有，因为我全部听他的，他说的都对。等一下，你这个你怎么？我不信等一下，下次请女儿一起来上节目。这个爸爸好乖。不然你有机会的话哈，你问问他，看是不是我讲的有没有错。真的哦，你就是完全信任他。对。然后你相信他的眼光。是。而且他跟你分享，你听了你自己的判断也觉得是对啦，应该要这样办。我讲一个历史的。好，可以。就是所有的判断，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百货公司有一款叫做杏仁醇饮，就是杏仁茶装瓶装的。当初他要推百货公司的时候，我说你这个到百货公司去卖这个单价，怎么可能卖得动？没想到畅销。OK。所以他说的全部都对。就他预想的，他预见的，他规划的。不管你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感受，可最后他就是一一的达到他的那个目标。哇，他是一个很神奇的高手，很神奇的哇！今天我觉得女儿一定很感动，因为你对她评价真的是每一句都是金句生命中最重要的灵感来源。然后他是高手，对不对？对啊。然后非常的聪明，然后加入之后，现在整个是完全让你们开始走出一个新的方向。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成长壮大，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都是因为他。好感动哦！不晓得女儿听了感觉怎么样？她应该会知道。哇，我们节目剩最后一点点，西给问一下，我们可以在哪里买到这些东西？在新竹北埔的新竹北埔，还有目前在百货公司以原版新竹西大路大原版，那信义区 A13。那因为这2个是专柜，是。那还有零食柜的话，比较常会出现的是在板桥原版。那
新竹的另外一个点是巨城，那洽谈当中的有大爱高岛屋，没关系，那还有反正没关系，反正观众朋友只要上网查宋明喜叉是走在地，这个是最简单的。今天真的很开心，真的还够走在对头聊片。其实走在了解几种产品，而且有追宠老师了解跟到某一之间改关系哈，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哈。所以下次有机会再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不一样的故事。好，石磨台高好哦，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听呢的系你嘅法律世代年。中戏福喜类嘅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類嘅面書傾站，還有聽嘢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